為關懷弱勢族群，打造友善共融的城市。台南市財稅局配合下午，邀請到客家畫家楊恩典，在該局的藝文走廊舉辦畫展。這個展覽以着意象萬千為主題，展出楊恩典制作的花鳥，加着彩繪包包、木板等生活藝術的創作。我覺得人，不只是要有自信，還要有能量，要把自己打理好。那麼很多人看到我第一個的感覺，會是一輩子的印象。所以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夠提升，不只是畫作，我個人在包括內在的部分，所以我的畫作呢，隨着年齡的增長，還有就是遇到很多的一些事情，那麼心境也會跟着變化。我很高興，上帝讓我擁有一雙眼睛，讓我可以看到這個世界上的美好。那透過我的畫筆來描述這個世間的美好。現場副市長葉鐵山嘛代表市長來出席開幕式。副市長表示，除了甘佩楊老師用雙腳來作畫，勇敢面對人生挑戰的生命故事，同時也閣擔任台南市新竹免牌照稅暖心大賽，宣導租稅優惠甲你便民的服務。針對停車證的申請，我們已經跟我們身障免稅結合，成立一張申請書，所以在申請停車證的時候，就可以來申請這個身障的免稅。那如果你本身是有駕照有車的，你都不用申請，我們就主動幫你辦了。這是第一個。那第二個就是說，如果真的身心障礙、行動不方便，我們也推動到府服務，就是我們可以到你家來幫你處理稅務的問題。這是第二個。那第三個是財政部最近有放寬，就是身心障礙沒有駕照的，他本身本來是兩親等內的親屬要同一戶籍，那現在已經放寬變車籍跟戶籍一樣就可以。那這是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措施哈。目前這項展覽對今日起到9月30日，在財稅局2樓藝文走廊來展出，歡迎民眾在洽公的同時，馬英的欣賞客家畫家楊恩典的創作，看伊如何用雙腳來作畫，感動人心的作品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